龙王一，跟我走。这个狱卒衣帽不整，磕磕绊绊，有古怪。走，快点。哎，走这位小哥，之前好像没见过你啊。走啊，快点。蛇帮。帮主，快救我呀！帮主，黑胖，帮主，黑胖，你刚说大叔怎么了？找到了？他说他死了。什么？走，小心！是亲眼看来的吧？能给多少银子？我翻倍给你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去龙珠帮他罗争取多少人？